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最終章頻道，我係 Tony。究竟通脹係咪真係必須呢？定係一個陷阱嚟㗎？Bitcoin 係點樣對抗貨幣嘅貶值？成日話通脹猛如虎，政府經常公佈嘅數字都係2到3%，究竟係咪真嘅呢？明明我人工已經加咗啦，點解生活壓力仍然係咁大啊？我都知道我要對抗通脹，做咗好多嘅投資，點解到最後分別好似都唔係好大嘅？呢度係香港近10年嘅通脹率數據，分別有甲、乙、丙3類唔同嘅消費項目，同埋一個通用嘅通脹率。最低係2021年嘅0.6，而最高係2019年嘅3。喺度好簡單同大家做一個資料搜集同分析。喺香港，2024年嘅衣食住行分別嘅年升幅係0.6、1.7、7.9同3.5。即使係拉一個平均數，亦都比政府官方嘅數字1.7同埋1.1係嚟得高好多嘅。另外，大家都會用一啲唔同嘅策略去對抗通脹，包括投資股票、房地產、債券、黃金等等。但究竟佢哋係咪真係有效呢？我哋睇一睇香港近呢10年嘅年化回報率究竟係幾多啊？如果我哋投資喺唔同嘅項目，例如房地產每年大概係7.5，恒生指數係1.2，港元定期存款0.5到1，黃金大概係7。而我哋又睇下北美嘅市場啦，以加拿大嘅住宅為例子，年化回報率大概係7.5到8.5，而 S&P 500嘅股票大概係11，而扣除政府所講嘅通脹大概係8。10年期美國國債大概係2到2.5，黃金大概係8.8。睇完咁多數字，相信大家都有一個感覺，就係我做咗咁多嘢，其實好似都係打和啫喎。喺呢度回應返一開頭嘅問題，通脹係咪必須呢？其實通脹並唔係必然嘅，只不過係現行嘅制度令到佢變得持續。第一，中央銀行持續印銀紙量化寬鬆；第二，利息低，鼓勵借貸消費；第三，政府赤字，靠發債同印銀紙去彌補佢哋嘅錯誤。其實我哋社會都曾經走過一個冇通脹嘅制度，叫做金本位，但點解好失敗呢？原因其實都有好多個，例如政府要打仗要錢，唔夠金嘅時候，佢就冇得去印佢哋嘅貨幣，或者當政府見到經濟差嘅時候想救市，金本位太唔彈性啦。銀行想放多啲貸款，亦都俾黃金嘅儲備去限制。所以喺1971年嘅時候，美國總統尼克遜咧就終止咗金本位，就全球轉用咗我哋依家嘅法幣啦。簡單嚟講，金本位嘅失敗並唔因為佢唔穩定，只不過係政府唔鍾意受到約束。金本位失敗，咁比特幣本位有冇咁嘅可能呢？喺呢度同大家比較一下兩者嘅分別。喺供應限制嚟講，金本位嘅唔好係開採慢，同埋其實金亦都可以增產嘅。呢個世界冇人知道究竟我哋有幾多金。但比特幣就唔同，係一個程式碼，寫咗咁多就咁多，係固定嘅2100萬粒。喺控制權方面，其實金本位亦都係隨時可以被政府去停用、去操控嘅。而比特幣就唔同，因為佢係去中心化，冇人可以控制。第三，喺信任基礎嚟講，金本位亦都要靠政府，而比特幣係相信數學同埋區塊鏈上面嘅透明記錄。咁究竟有啲咩嘅投資可以幫我哋去戰勝個通脹並唔係打個和嘅呢？例如起碼有雙位數字嘅年化回報。喺過去5年，其實不外乎都有一啲科技股同埋我哋今日嘅主角 Bitcoin 比特幣。聽咗咁多，亦都俾大家互動一下。
我哋成日聽話投資為咗抗通脹，咁如果呢個世界冇咗通脹，你仲需唔需要投資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同埋討論。最後好多謝大家聽到呢一度，記得 CLS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